像印度人迄种咧做代志的效率啦，也是非常低的。长期咱有说着印度人的一个上班的通勤时间是非常长的。那么伊用了足侪时间伫咧路咧，去到办公室去咧上班，伊是毋是就真够拼命去咧工作啊？啊，其实啊，因正经用伫工作的时间顶下非常的低。正常来说，因9点几10点到了办公室了后，啊，因小可整理者，也就开始着啉上好茶咯。那么因啉茶了后，也就开始做一点仔工作，又搁到中午的时间咯，也就开始食中午豆，食了又着搁休息一点仔久，再搁开始来上班。3、4点的时阵，又搁着啉下午茶咯。啉茶了后，也搁做一点仔久的事，也就下班咯。啊，因的上班时间，公司的规定有可能是8点钟、9点钟，但是真正用伫工作的，也有可能早4点钟、5点钟呢。啊，所以啊，像印度人迄种咧做代志的效率啦，也是非常低的。